日本的防卫省指出，中国的山东号航空母舰昨日搁驶过沖縄湾南平海峡，甚至有军机咧起落。有学者就讲，因是为着未来海顶的作战伫做准备。另外，北京的香山论坛昨昏起鼓，中国讲因伫咧台海4库里的军演，未来会正做常态。 强军增加对台湾的侵扰，国防部二日公布，山东舰经过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的监控的相片。日本防卫省也公布山东号上新的动态。日本时间28早起7点，伫沖縄县宫古岛以南大约460公里的海峡航行，并且起降蓝载机。学者分析，目的是为了实现未来大洋作战的环境。 就照我们这个习近平讲的嘛，那仗在哪里打，兵在哪里练，他总得熟悉这个远洋的这个作战的能力，包括他自己本身航舰战斗群如何跟水面舰的搭配等等。 山东号航舰今年总共5摆经过台湾周边的航行活动，分别是4月、9月、10月航经巴士海峡赴西太平洋进行航训。苏浩宏认为，山东舰编队一摆到西太平洋，观察伊原是进行例行的演训。国防部也分析，强军侵扰台湾的太阳甲时机，包含国际政要访问台湾、批准重大的对台军事案件、涉台政治法布等。统计2002年起，查到中共军机舰当年明显增加，今年到8月底，共机3147只，共舰1236只。 好，到今天早上6点钟为止，我们国防部侦测有共机7架次，共建6艘次，在台海周边活动。另外，北京香山论坛29场场，美国也派员参加。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前副院长何雷讲，强军伫台海周边军演会成做一种常态。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王尚清斥教台湾问题，披露真侪中美关系的稳重的轨迹，讲美国爱认清，才法度阻止这个危害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